大家好，我係 Rose。今日分享嘅主題就對外國去未？以前呢，我又係跟大眾一樣嘅，都係嗰啲好乸中意去外國啊！去完個外國啊，就咩都好珍惜啊，好中意鬼佬啊嗰啲人嚟嘅。但係我發覺咧，依家人長大之後咧，再加上見到咧就係國力強大嘅中國啊。之後就漸漸咧就改變咗諗法啦。上年去過一次英國，可能依家思維再變得更清晰啦。我仲要係去倫敦市中心喎，係真係發覺哇，做咩去英國？即係就係覺得有啲落後啊！記得咧，我係10幾年前去過一次英國嗰啲牛津啊遊學，跟住都唔覺得咧英國咧係咁落後嘅。2024年去完就真係咧漸漸有好強烈嘅諗法啦，覺得哇真係東升西降啊！大英帝國真係要沒落咁嘅 feel 啦。可能咧，我哋啲港澳人啊，同埋啲內地人啊，都好鬼中意外國噶嘛，覺得外國咩都好啊，一切都好啊。依家可能社會環境嘅問題啊，好多人仲中意移民英國啊。嗱，我個人認為啊，如果移民外國咧，又或者喺外國度長期生活咧，真係啲有錢嘅，又或者真係嗰啲中產以上，可能中產都有啲辛苦。有錢人去到外國咧，先係最幸福嘅。我去英國最大嘅感觸咧，普通生活物價都貴到超級飛起喎。嗰陣時入嗰啲超市啊，跟住發覺咧一盒雞蛋啊30蚊得6隻咯，即係一隻雞蛋咁就要5蚊啦。哇，超恐怖！但係內地咧就10蚊咧就已經一排蛋，好少可咧先可以去到餐廳度食飯嘅。如果你錢唔多啊，感受性就真係有啲低啦。我個地鐵咧一程啊都要10蚊雞啊，同埋治安咧非常唔好啊！唔好話我哋呢啲遊客啦，係個嗰啲外國人啲袋咧都揸到實一實啦，時時刻刻咧，如果你啲手機啊唔綁條帶咧，真係好鬼擔心咧自己會俾人哋偷嘢。即係成個歐洲啊，成個地方咧全部啊都係嗰啲遊民超爆多，即係個個咧都喺度行乞㗎。如果你去旅遊景點就超級更加多啦。跟住咧，如果你係活喺倫敦啊，雖然咧你喺嗰個市區中心咧會見到好多街邊嘅80年代靚景，但係咧其實咧佢啲街道咧都真係好鬼污糟嘅。佢周圍嗰啲街咧，我覺得就好亂啊，跟住同埋有較為多垃圾啊，同埋佢最繁榮嗰度咧，真係就得市中心平啊。總之你喺倫敦嗰個機場一路去到市中心咧，你搭嗰地鐵啊，你會個機場附近嗰啲咧都係個樣好鄉下咁嘅地方，但係去到市中心咧先有嗰啲現代城市嘅樣。然後最繁榮咧就係金融區啦，跟住其他地方咧俾我感覺啊，都鄉下鄉村田野嘅感覺，埋佢啲屋啊嗰啲牆啊都好鬼薄㗎，你講乜嘢咧快俾人哋聽到，加上啲屋又矮嘅，我覺得好似感覺冇咩私隱咁樣。跟住啲地鐵就係可能咧佢以前8年咧就真係先進啦，但係一直以嚟咧佢都冇咩改進，冇咩升級，所以咧好多嗰啲地鐵咧基本上係完全係冇 WiFi 嘅。你蕩失路又或者唔識搭地鐵咧，你就玩完啦，完全同人哋聯絡唔到。佢哋嗰啲當地人啊，佢搭地鐵咧都係攞住啲書啊、報紙啊嚟睇嚟解悶啊。要飛伊麗莎白女王地鐵線嗰條係新嘅，咁你先可以咧做到有 WiFi 玩手機，同埋點樣整容都好，我哋呢度都係亞洲人啊，黃皮膚啊，多少咧都係會有啲咧種族主義嘅。好似我喺呢個歐洲旅程度咧，點都會遇到咧亞洲人啊，唔係咁友善嘅外國人啊，種族主義啊，多數都係仲有少少係存在嘅。跟住我發覺去呢個旅程咧，見到咧嗰啲外國人咧，其實感覺啊〜即係以前睇到啲影片咧，話香港賺錢好易啊嘛。如果俾我咧去呢個歐洲旅行，雖然我唔係打工啦，但係俾我感覺咧就係嗰啲外國人啊喺歐洲嗰度生活咧都好用力咁樣揾錢啊。總之就係艱難咁樣揾錢，感覺就係揾錢係艱難。同埋嗰啲餐廳啊，同埋去任何嘅地方，好多都係年青人。再加上啲老人咧，也都喺度努力揾錢。街道上咧好鬼多。街頭藝人㗎，識下少少啊，就即刻會出嚟做街頭藝人。
睇下可唔可以賺到小費。我以前上堂啊，大學聽過咧，話英國係一個超級階級分明嘅地方。只要你出身咧就係中產，你就永世都係中產；出身係富人就永世都係富人；出身係如果係貧窮嘅階級咧，就永世都會係貧窮階級。所以佢哋咧就啲歐洲人啊就比較 hea 嘅，因為佢知道就算佢幾努力都好咧，都跳脫唔到上去嗰個向上流動嗰個階級，所以佢哋索性咧一生咧就呢個階級就跟住都比較 hea。講天氣狀況啦，倫敦我覺得個天氣狀況咧真係超爆唔好啊！一嚟咧就係太陽少啦，基本上好多時都係陰天啦。呢個地方咧真係好鬼容易病啊！長年冇咩太陽，風又大，又陰天落雨，我覺得真係好容易咧。呢啲天氣係最容易令人憂鬱嘅天氣啊！再加上咧有太陽同冇太陽咧係相差超級遠啊！10幾日啦，就係去旅行啫喎，都覺得話哇真係啲天咧凍到死，而且超容易讓人感冒。去完呢個歐洲旅行咧，真係大啊，令我更加感覺中國嘅強烈美好啊！即係真係唔係死讚啊，係真係 feel 到咧中國嘅進步啦。中國係真係呢個地方係物價平啦，娛樂性多啦，人民熱情，好幫外國人。外國都有個好嘅，就係我中意咧，佢英國倫敦嗰啲咧超爆多嗰啲博物館啊，全部免費，而所以你去嗰啲博物館係真係學到好多嘢，同埋見識好多嘢，開到好多眼界。就係咁啦，今日分享咁多，拜拜。